52岁知名导演窦导钮承泽去年底被一名剧组女工作人员指控用手指插入下体性侵，事后钮承泽向警方供称与受害女子是男女朋友关系，但女方拿出2人私讯对话证明2人不熟。经北检调查，讯问了受害女子和当天一同到钮家的其他友人，发现钮承泽和女子不熟识。钮承泽事后还传讯向女子道歉，认为她是性侵后致歉。今1日以强制性交罪起诉钮承泽。综合媒体报道，针对这起性侵风波，检方历经近2个月调查，采集被害女子身上的 DNA 与钮承泽做比对，确认女方下体有钮承泽的 DNA。窦导虽以喝醉为由不认罪，但他却在案发后不久传讯息给被害女子，甚至道歉。检方认为钮承泽并没有醉到意识不清，而是企图狡辩，经依强制性交罪起诉他。